现在进入冬天，为了避免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国内流行，除了政府做出相关的规范以外，国内的翠安公司微生理事业伫台南牧群教育机构的董事长沈明贤的牵线之下，特别捐赠20箱的翠安，予台南的国中小学甲幼儿园。29号特别邀到微生理的董事长陈怡丽南下来代表捐赠，希望社会各界会使共同度过这疫情的威胁。我身为一个生产厂家，那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总要表达我的心意啊。那过去因为政府一直在征收，那这个征收让我们必须尽力去配合政府。那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呢，终于有一点余力，我可以回馈。那特别是我们台南的教育做得非常的成功，尤其我们牧群呢，看得到他们对小朋友的这种爱心，几十年来让我非常敬佩。所以我请我们沈董事长来帮我分发这些，特别是市场上很迫缺的幼童小朋友跟幼小朋友的口罩。所以这是我小小的心愿，小小的心意希望我的关心能够送到每一个地方去。会使收到这个翠安，代表接受的台南市教育会甲台南市幼稚教育协会2位理事长拢非常的感谢，对着教育单位来讲也是真大的帮助。非常谢谢在 COVID-19 全球疫情还严重的时候，我们台南市教育会接收到我们微sinh力实业公司的敬赠，要来送给台南市的教育会所属会员学校的国民中小学学生来使用。我想这样的一个爱的情怀就一直就是我身边我们大学长、我们牧群董事长、沈董事长所提的，有一个智慧传承、爱心广披。感谢我们沈理事长这一次的居中协调，能够请微sinh力公司送的口罩到台南来，谢谢社会的爱，我们一定会珍惜，感谢，谢谢。赠送我们幼稚教育学会我们的幼教伙伴，还有我们的小朋友的口罩。对，那我想防疫是大家这次的防疫是应该全国要一起动起来。那真的很感谢董事长能分享这么棒的、这么美的口罩给我们的同伴。会中发行文教基金会也捐款予台南市教育会作为奖学金来使用。由着沈明贤董事长代表接受感谢状，现场热烈温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